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gel。從熟悉嘅香港嚟到台灣之後呢，雖然日常嘅生活大致上都差唔多，但有一啲生活上嘅小習慣呢，的確係慢慢被改變咗嘅。譬如話喺台灣係要嚴格嘅垃圾分類，唔可以成袋就咁拎去掉。仲有過馬路嘅時候，行人綠燈着咗，但係都要留意下有冇車突然咁駛過嚟。除咗以上兩種嘅改變之外，呢一集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香港移民到台灣之後，喺日常生活裏邊仲有出現咗邊啲嘅小改變呢？唔好睇佢只係生活上嘅一啲習慣啊，呢啲細節其實都幾有趣嘅。嚟到台灣之後，我多咗一個習慣，就係開始收集每一張發票啦。並唔係因為我突然變得精打細算咗啊，收集啲發票計下每個月嘅消費，而係因為台灣嘅發票呢係可以用嚟兌獎啊，就係每2個月一次嘅統一發票抽獎活動啦。簡單嚟講，呢一個係一個全民參與嘅抽獎活動。你去買個便當、買杯咖啡，攞到嘅發票啊，都有可能中獎啊！最細嘅獎項有啲甚至可以抵消翻個消費金額添，而頭獎嘅金額咯，更加係令人眼前一亮啊！呢一種嘅獎勵機制就好似為日常嘅購物增添咗遊戲感，唔單止令到人多咗一份參與感，都令我習慣喺俾錢之後主動咁講我有จ่豬哦。相比香港嘅購物體驗，呢種嘅抽獎文化令到平凡嘅消費行為多咗一份期待同樂趣。喺台灣有好多小食店同早餐店都會用點餐紙，我哋都學識咗用個正字嚟標示餐點嘅數量。所謂正字就係中文正字嘅一筆一畫，用嚟記錄每點一份嘅數量，非常直接又唔容易混亂啊！我哋喺香港就比較少用正字嘅寫法，通常都係直接寫數字嘅。雖然只係寫法上面嘅唔同，但都令到我感受到一種在地嘅點餐風格體驗啊！慢慢都變成咗習慣嘅一部分啊！喺香港去食店食飯嘅時候，應該都唔係咁需要特別要講我嚟堂食啊。但喺台灣，由於好多店家都係同時提供外帶同內用服務，所以當你走入去食店嘅時候，店員就會問你外帶還是內用呢？所以客人一走到店門口，通常都主動表明係內用或者外帶，咁啊方便店員安排。呢句說話原本對我哋嚟講係好陌生嘅。但依家反而變咗，我哋一入到店就會先開口講內用謝謝。呢一種禮貌而清晰嘅溝通方式雖然簡單，但就會令人感受到一種日常生活嘅節奏啦。台灣便利商店嘅密度之高呢，幾乎到咗轉個彎就有一間嘅程度啊！唔單止買嘢方便，佢都係生活繳費嘅重要據點嚟。水費、電費、天然氣費，甚至係健保費或者停車費，都可以喺便利商店一次繳清。呢種嘅便利程度，令到我以前喺香港係透過電話用繳費靈系統繳費嘅習慣，變咗而家成為咗便利商店嘅常客啦。雖然喺便利商店繳費需要收幾蚊嘅手續費，但呢幾蚊嘅發票啊，令到我又多一次嘅中獎機會，係咪好划算呢？喺香港嘅時候，啲碎銀總係容易堆積如山，唔單止重啊，而且好難處理。雖然香港有提供流動收銀車同所謂嘅換幣龍等嘅服務，但都需要配合特定嘅時間同地點，就唔夠即時同靈活啦。但嚟到台灣之後，我哋發現原來處理散銀啊都可以好輕鬆嘅，因為台灣有幾間銀行都設有零錢 ATM 嘅存款機，甚至有啲仲擺喺便利商店裏邊啊！哇，呢個方便程度真係令人
人感動啊！我哋可以直接將平時儲低落嚟嘅散銀呢掉入去機器裏邊，佢自動計算咗之後呢，就自動轉返入銀行賬戶，非常之省時省力啊！仲記得我第一次將成袋嘅散銀啊倒入去存款機裏邊之後，嗰種解脫嘅實在感啊，真係好正啊！從此以後處理散銀都唔再係一件頭痛嘅事啦。嚟到台灣之後，每次就快返到屋企之前呢，我哋都會拍一拍個身，掃一掃啲頭髮，目的就係要將身上嘅蚊蟲請走，尤其喺蚊蟲特別多嘅夏天。呢一個拍打自己嘅動作，就係因為有一次返到屋企之後，總係覺得個身上面痕痕地咁，結果發現原來有一隻好細嘅飛蟲黐咗喺我個身度，同我一齊返咗屋企啊！哇，嗰一下我真係成個人起晒雞皮啊！自此之後就養成咗呢一個入屋前除蟲嘅儀式啦。喺香港嘅時候，日常嘅活動大多數都係喺室內空間走動，例如就係商場接商場，或者係地鐵連住屋苑同埋商場，所以就比較少有機會令到啲蚊蟲搭順風車跟埋返屋企啦。異地生活嘅適應唔單止係語言同文化嘅大轉變，更多嘅時候係出現喺一啲小習慣裏邊，從發票抽獎嘅驚喜到便利商店幾乎無所不能嘅便利，仲有一句小小嘅呢庸，呢啲睇上嚟好似唔起眼嘅轉變，慢慢就變成咗我哋喺台灣生活嘅新日常啦。因為呢啲嘅點點滴滴，令到我感受到生活縱使係換咗個地方，但都仍然可以揾到新嘅節奏同樂趣。呢一次我嘅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我呢一條嘅影片，唔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分享俾你嘅朋友，亦都歡迎留言話俾我知你對今次主題嘅睇法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